服事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定好这个题目，然后这段经文也是在那个时候选的。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刻真的很需要像这样子的信息。最近网络的消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样化。那我们会知道，从创世纪一开始，魔鬼撒旦他就很喜欢用一些谎言、似是而非的言论来混淆我们，混淆我们心里的想法。他们常常用：“上帝真的这么说吗？你确定吗？”好，那现在呢？我们常常在心里会冒出来的声音是：在耶稣里真的有平安吗？在耶稣里真的有平安吗？当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按着上帝的心意，被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圣灵如歌降在他的身上。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书的时候，这些过程，这些经文应该都有读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蛮有圣灵的能力，然后他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然后展开他一连串的服事，包括讲道、医治、赶鬼，什么东西他都样样来。他的所言所行就展现了上帝的公义、慈爱跟怜悯，展现了属天国的一个样貌，也展现了一个社会该有的样子。一个社会不应该是像我们现在一直以来好像就是有无止境的竞争跟掠夺。其实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一个竞争跟掠夺的一个思想。耶稣在当时，他堪称首屈一指的名医、名嘴、名师，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喜欢的名医，大家都要去生病了就要去看有名的医生，然后补习班去找名师，不知道去补什么习哦。那名嘴呢？哇，这些社会工作者很多的演讲课程，都要去听，都要听名嘴的讲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追着这样子的名师、名嘴、名医跑，无非是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点好处或者一些保障，在生活上可以指点迷津，工作上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听听名嘴说了些什么，哇，好像有些东西开窍了。那在工作上呢，如果跟着好的主管或者是一些好的我们讲说前辈，我们可能会有升迁的机会，在课业上得到好的补教老师、名师的教导，哇，你课业应该也会扶摇直上。那跟着耶稣，当然还有个好处，就是耶稣是无饼二鱼的嘛。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也不愁吃穿。但是耶稣的回答我不晓得你们在读马太福音读到第8章的时候，有一段耶稣在回答跟随他的人，有一群人就一窝蜂的要跟着耶稣啊。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这些跟随他的人呢？耶稣对这一群想要跟随他的人，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再读一次：“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哇，这群跟随者很傻眼耶！耶稣怎么这样子回答啊？对这些想要跟随他的人，简直是从天堂掉到地狱耶稣的回答意思是说，你们不用来跟随我我没办法对你们有任何的保证。我没办法保证你们绝对不会生病，也绝对不会碰到什么灾难困苦。他说，因为我自己连枕头、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自身难保我怎么保你们啊？耶稣他不仅对跟随他的人提出这样子的挑战，他对他所拣选的门徒也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同样在第8章的这段经文里面，一个门徒他跑去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再跟随你。”然后，如果家里我的父亲死掉了，我去埋葬他，我再来跟随耶稣，应该很正常吧？很正常吧？好，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呢？怎么回答这个门徒呢？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子爱那天在读到这段经文，他就问爸爸说：“什么叫做死人埋葬死人啊？都已经死人了，怎么去埋葬他们死人啊？”他就不懂，他就问。
徒就要对上帝的呼召绝对的顺服，不是选择性的哦，是绝对的顺服。既然要做门徒，就必须绝对的顺服。如果把任何的人事物放得比上帝的呼召还要重要，那就是落在罪里。也就是说，你把这样的事情放在你跟上帝的中间，我们跟上帝之间被这个人事物隔断了，那就是陷在罪里面。那一旦陷落在罪里面的人，其实就是死人了，就是死人，就是必死的人，要落入永火必死的人。所以这里是说，如果那一些定义要把上帝摆一边、摆一旁，总是找一些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借口，推脱上帝的呼召的这样子的死人呢？如果他定义要这样做，他定义要让自己落在罪里，成为死人，好吗？那这样的死人，就让他回去埋葬他的死人吧。这句经文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觉志、受洗，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完全属于上帝的人了。在加拉太书第2章有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可是为什么我们如今还是活得这么辛苦，还是活得这么多的忧虑，这么多胆怯害怕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很多人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一醒来，就在担心啊，我今天会不会被感染？我今天会不会是下一个确诊者？我今天会不会被迫留职停薪？当然，如果要停班停课，最开心的当然就是这群学生嘛，学生最开心的，停班停课不用上课多好。可是上班的人可能就不一定了。好，如果要被迫留职停薪，很多后续的一些影响是大家不乐见的。生活的物资会不会短缺？最近很多人疯抢很多东西。虽然看不太懂为什么要抢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看着人家去抢的时候，本来可能觉得不需要抢，可是看到一窝蜂的人都在抢的时候，我就心里恐惧的心就会挑起来了，好像那会不会怎么样？所以脚也不知不觉的就走向卖场，好像为了买个1包2包好安心这样子。好，那网络上呢又充满了许多怀疑、不信任、愤怒、恐惧的言辞，一直在人的这个社会，在人的群体挑拨离间。很多言语让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破碎。那特别我们是基督的群体，我们是一个同为一个肢体的，至少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彼此的关系是破碎的。没有人希望自己的手是支离，是被肢解，是破碎的。肢体就是要在一起，不要让这一些谎言，不要让这一些恐惧、担忧，让我们彼此之间产生了距离，产生了隔阂。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请黄信放到今天这段经文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身为基督徒，我们如今展现了怎样的生命状态呢？我们是否很怕那杀身体的，很怕身体受伤害、染疾病，怕得要死？但是我们却不怕那可以连身体跟灵魂都一起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位，也就是上帝。对于上帝的呼召，我们常常选择性的顺服。当我们有所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刚才那段经文讲，我们会找出很多很合理的借口来说，等一下吧，晚一点吧。我们会有很多的借口，看起来、听起来都非常的合理。但是，当我们在算计、耍赖、找借口，把耶稣的恩典无限上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非常够用。所以呢，我们常常把恩典无限上纲，把上帝的呼召跟要求
不当一回事。在这样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我们的灵魂已经走向死亡了，可是我们却总是拿着我们看起来很合情理的那些事情当作借口，我们自己不自知。弟兄姐妹，当我们总是很本能的，人性都有本能，很本能的把自己的需要跟算计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基督徒的使命放在一边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见证，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就已经在狮子的口跟熊掌的威胁底下。最基本的使命是什么？基本的使命就是刚才我们新的诫命有读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有尽力吗？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努力要怎么努力法？用尽你的全力啊，要去抵挡什么？抵挡那些引诱，抵挡那些常常缠绕你，那些让你搞不清楚该做什么选择的那些借口。要去抵挡那些东西，要很努力、尽心、尽力爱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很用力的，是要花很多全身的力量。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上帝，然后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真的不怎么容易。旧约里面的大卫。大卫他之所以能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他有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在他每一次人生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他能把上帝的意思放在首位。因着他始终有这样的信心，大卫我们知道牧童大卫，他其实从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成王的时候，他还没有所成就的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训练磨练自己的信心。所以呢，像主日学老师或者有上过主日学的都很清楚，牧童大卫是怎么样把他的羊群，把上帝所赐给他的产业从哪里救出来。主日学，好，从狮子的口中跟熊掌的威胁下救出来嘛。我刚刚都已经破梗了，对不对？他在牧羊的时候，狮子跟熊这些野兽成为他的威胁，但是他凭着信心就可以把这些羊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熊掌下救出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子操练他的信心。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说，在刚才讲的第8章的里讲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看似不合情理的要求，其实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绝对的顺服，绝对的信靠，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拯救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绝对就是一个原则，是不可以轻易退让的。不然我们就输了。有看过那个足球，不是那个欧洲有踢的足球，是那个美式足球，像橄榄球那种，他们在就是两边在对阵的时候，那个术语我不晓得叫什么，就是两队的人在对抗，排两排。有看过那个美式足球吗？排两排，然后开始搭肩，然后开始往前，两边开始冲对抗的时候，你不使出全力，你就是输的那一边哎。那个真的是使出全身的力量，那个原则那条线，我们绝对不能让步。绝对的顺服是让我们不让步，不让步有什么好处？不让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忍耐我们所不能忍的。我不晓得大家在面试的时候，有些不管是升学还是找工作，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你的身体忽然不太舒服，可是下一个你面试就要轮到你了，怎么样？哇，不管怎么样，要撑着。如果说你是刚好肚子痛，刚好肠胃非常的躁动，肠躁症，然后让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肚子痛，可是下一个就是轮到你面试的时候，怎么样？忍耐啊！
救，你就可以完成你的面试，然后呢再好好的去解放吧。就是那个原则那一条线，很明显的，耶稣为我们画下的那条线，好像我们在面对世上许多的谎言跟引诱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是奋不顾身、奋力去做对的选择，然后我们的身体跟灵魂就能一起得救。10章29节说，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这么不起眼的麻雀，上帝都尚且把它当一回事，更何况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呢？耶稣继续说第30节、31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了，30节、31节看得清楚了哈。30、3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许多麻雀还贵重。好，我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哦。我不晓得，应该没有人去数过我们的头发有多少吧？姑且不谈我们头顶上的头发有多少，我们来，我牧师问一下，我们洗头或梳头的时候都有掉头发吗？谁有去数过那个洗头或梳头掉的头发有几根呢？有人数过吗？以前都有数过。好，大部分的人都不在意啦，哈。好，不管你是在意还是不在意，你头发掉几根，上帝都数过。意思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不管你是在意还是不在意的，上帝都数过。就连你不在意的，上帝都在意啊。上帝为什么会去数？就是在意他才会数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意，但是我们不在意的事情，连上帝都看重的，连上帝都看重的。我们生命的主权，头发就是也是个生命嘛，哈。因为它会长，它会一直不断的长。这也就是说，生命的主权都是在上帝的手里。身为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真的是要随时警醒祷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特别在现在整个世界乱成一团的时候，我们更要更努力的锻炼自己的信仰，锻炼自己的信心。在箴言书里面有讲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如果在患难的日子胆怯了，开始害怕了，力量就微小。提摩太后书也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虽然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讲起来好像真的他自身难保，他不能对我们保障什么。但是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特别是马太福音，牧师都有帮你们复习哦，你们要看哦，不然你们都不晓得牧师在讲什么。如果你们读到马太福音这一阵子有跟着读，就知道，当耶稣带着门徒乘船渡海的时候，他在海上遇到了什么？大风浪。这个风浪大到整个船都被淹没了。但是耶稣在干嘛？耶稣在睡觉。一个连枕头都没有的地方，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一个连枕头都没有的人，却可以在那样子的大风浪、大患难当中安然睡觉。可是那些平常有枕头可靠的门徒，怎么样？吓得惊慌失措了。我们这一群平凡人，很看重身体需要的人，平常我们都为了自己可以好好睡个觉，在努力。可是真正的信仰是要怎么看得出来？就是在大患难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耶稣一样，即便在风浪大到不行的时候，整艘船快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安息，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安稳。我们都是耶稣所拣选的，耶稣
门徒，是天父所爱的儿女。不晓得你现在正面对怎么样的困难，考试的困难，升学的困难，还是工作上的困难，还是家庭上的困难？不晓得你正面对怎么样的威胁？今天这段经文告诉你，上帝的话告诉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要大。我们人是这么的小，拿到外太空看不到人，连蚂蚁都不是。可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要大。我们想象一下吧，基督徒，想象一下，我们比这个世界、比宇宙还要大了。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要大，所以呢，那只能杀身体，却不能灭灵魂的，我们不要去怕它们。这个世界不能灭我们的灵魂，除非我们自己先胆怯，我们自己先退缩了，我们自己不能先坚持住，那我们的灵魂真的是会很凄惨。最近这几天，桃园市政府已经发函给各桃园那个地区的教会，一些宗教团体，不只是教会啦，所有的宗教团体，呼吁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暂停或者是延缓举办。我们台北市就是我们双北，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收到，也会收到类似这样的通知，包括全面性的停班停课这样子。教会的长执团队已经在之前做好了随时应变的准备。如果有一天真的宣布全面性的停班停课，也就停止一切的聚会，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家里。主日礼拜我们也没办法来这边一起敬拜。那教会呢我们就会用因为为了一些长者的方便，他们用赖群组。他们比较方便使用了，网络直播他们比较不太会操作，所以我们会用赖群组先把讲到一些礼拜的一些元素先录影下来，然后呢，我们会在同样在礼拜的时间，我们就会传到各群组，让大家依然可以透过网络来进行礼拜这样子。那除了礼拜之外呢，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请大家用网络或打电话彼此关怀，为彼此代祷，为每一个充满恐惧、忧伤的灵魂求主安慰。特别现在通讯软体网络非常的方便，我们要留意在网络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总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的人得益处。负面的言语已经太多了，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逞一时之快，就跟别人在那边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每一天都在为政府机关他们的防疫措施祷告，周报上都有嘛。至少你没有每天，至少每个礼拜，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了。为这些防疫措施、防疫人员、防疫的政策，我们一直不断的为这个祷告。我们就不要再去批判，因为那个批判已经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加油添醋。我们基督徒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做的就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26、27节说。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过去，或许对于耶稣的话，对于上帝的呼召，我们选择性的听，选择性的顺服。然后呢，就被我们的胆怯跟忧虑给掩藏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光做油。但如今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地球村，全世界好像碰到大风浪快要淹没的船，我们都是同在一条船上的。
保守我们的心，坚定自己的信仰。即使这艘船即将要沉没，我们是不是人能像耶稣一样大有信心的安稳睡觉？我们是不是依然能够在这样的时刻为主做见证，展现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样貌，而不是跟着别人一直在那边讲一些负面的话？我们要坚定的做给他们看，完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继续完成上帝呼召我们的使命跟计划。不要因为环境如何的艰难，我们就在信仰上就退缩胆怯了。不要因为许多的谎言跟引诱，我们就产生疑惑。也不要因为未来可能会停止聚会，或者因着现在我们有减少聚会的情形，导致身体或许能得救，但是灵魂却已经走向死亡，这样子凄惨的下场。亚伯拉罕因着信，他随时不断的调整自己，过关斩将。摩西因着信，他可以面对那残酷的法老王，然后可以面对旷野那么多的试探。大卫他因着信，他救他的羊群跟自己脱离狮子跟熊的威胁。耶稣因着信，他甘愿牺牲，自动走上十字架流宝血，就是为了要挽回救赎我们这一个一个看起来跟雀鸟，看起来跟头发好像那么不值得的生命，耶稣都愿意为我们这样牺牲。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死亡的权势。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是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耶稣基督的救赎绝对不是过去式，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好像是2000多年的事，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过去的事。圣灵保惠师的帮助随时都在。我们的上帝是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耶稣也跟着我们受苦。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同背十字架。我们是他呼召的门徒。信心跟盼望的故事还没有完结。在主的爱里，我们没有惧怕。即使在旷野当中，即使在大风浪里面，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继续活出信心和盼望与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的信心还在恐惧当中摇摆吗？我们一起起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若我们的信心不够，求主加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应该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生只来到你面前，在你爱
阿门。